喝茶哦，哎呦，两位先生，哎，这么爱讲。不得了，爱同讲啊，来家下哦，你个乡的口啊，看到个隔壁个阿婶啊，有张人可以来乖乖呢，个黑眼圈掉到这里呢，啊，好乱的游来游去，你发生乜嘅事情呢？我讲你洗冇出来用。你啊，真啊，我讲，你看看，用啊，做嘛事情都经营长嘛，我讲大惊小怪，阿婶哈，家有喜事，你知冇？因为啊，老二嘛。听耶满月啊，你第一直吃很多，你还有很多修仙的阶段，安死，像哎安补条不是衰吗？你第二个哎，冇啦，我讲因为安阳型当欢喜耶。哎呦，根本很多修仙啊，同讲根本就会修炼。哎，头摆个阿婶去丰盛的，去有精神的，呀哈吼规上年，哎呦，就是出年手。我讲啊，动好出年手，我讲恭喜你欢喜，有啥时候那个叫做甜蜜的负担，听下应该不来。甜蜜的负担，这种负担卡抖一些。你讲来吃到吼，就是恭喜你呢，他有个恭喜你嘛，我说恭喜你眼神太湿了。对我来讲，真嘅係眼神太濕。你好，懷胎10月咯，以前身體冇強樣，就像我大驚小怪。哪有我同講，頭擺喺家叫講嘅聲音咧，我講吼，順順咧，一下就出來咧。哎呦，當然嘅啦，不要出，冇強到聲音，這不人不可不。唔過牙齒講聲音就冇強用咧，我以前主播乜嘅坐月子中心，啊又做乜嘅什麼運動，什麼瑜伽，啊叫很多乜嘅。口腹式講聲音咧，哎，真嘅咧，啊記得以前接咧講，有一句話很多，上個出假酒香，上唔過是地表。我朋友懂得人講嘛，大家一聽有聽過，有嘛？有。因為你形容講，他做起講聲音，正經啲出唱啲搏命有冇？唔啲講講出來聲音用反應，有一個媽媽會用反應，你啊關高誒出高誒，係幾關冇高咧？出無講，唔過吼必須愛講啦，聽錯愛講，唔論你喺頭擺喺呀下，我知道講吼，年醫講聲音咧，輕講聲音咧，就比應徵還較有勇氣咧。哎，唔會啊，是咪有勇氣嘅姐吼？唔會啊，你有冇開嘅聲音？啊，多有勇氣，我恭喜嘅。哎呀哦，恭喜嘅，亮嘅啊！哎呀，片，是啊。子清，梁章，哎，講好嘅係冇？這邊，這邊唔過成冇可能吼，因為我發現到啊，講聲音咧，唔但唱喺阿妹辛苦，其實我嘅心情咩動辛苦呢？就講起個嘅聲音咧吼，冇空間，胎位不正，還講唔知道地步有分氣冇啊？哎，真嘅呢，你看像以前我露台出去，我台早產的，哎呦，哇，嗰時真嘅。講聲音咧，一講出來，你幾隻歌場裏邊都有幾副係種煩惱。誒嘿，嗰時候先來問佢啦吼，嗰位阿姊啊吼，後擺喺樣板來指導講一件事情啦。樣板判斷聲音嘅胎位有正，有空間冇？志文姐姐，嚇，水電的嚇，水電的腳體安尼箍起來有嘛吼，命也也自強，還有伊十級的。你就會有順風咧，哦，有順風咧，然後都有都有5年嘅療後吼，一出咗安尼，但是4年嘅加唔係有安尼，特別啊打隻水固定水左片，啊固定水右片，加你就要治療胎位不正咧，要講胎位無正。誒，我諗講，其實安尼講起來，對我嚟講啦，所以講。老人家有老人家嘅智慧，佢要用佢嘅經驗，比如講有散步嘛，比如講佢自家講過聲音，安尼就判斷台位有髒，也係無髒。我知道喺安樣可能上欠係其中一個原因。我係知道有陣時老人家佢講講，誒我糖度唔好誒，我冇想去糖，你就知道安樣。知道哈，要看事情誰來冇講法啦。誒，而現推冇強用咧，誰來？唔過實在發講就冇講過啊！你我來問淑婷姐姐，佢有四個經驗咧。你係咩四個經驗啊？奇怪。好啦，
从戏台湾里面吼，真的是从他古老的方式啦。来讲个错嘛？嘿，以后真正出以佢嘅经验喺度判断了。如果講嘅天生天養啊，有冇嘅照理啊，你冇講就正常啊吼，我們還是做產檢啦。有咩安尼就繼續還在演繹。嘿。大古早時期，大家都上去講西來，有冇？嘿，嘿，叫你西來，叫做什麼？我三蚊四蚊，不咪吼。看，那有講錯啊？嘅壓力當重哦，剛5年又讓中醫雜西來，哎呦，嘿，這就是完全嘅感染嘅壓力啦。有吼，嘿，來 C 嘅聲音嚟講咧，來兩個聲音嚟用。我知道老淑琴姐情況完全冇共樣，因為我娘家有8個阿哥，我兄弟我先生就有3個兄弟，我想我叫我可能冇8個可能，當然對，而且已經有健保嘛，有公保嘛，所以我要找個應該是產婦手冊，找時間，媽媽應該是媽媽手冊。找時間去檢查，照超音波。有較形式嘅方法嘛？因為你看頭擺吼，係用嗰種古老嘅方法。你上課一定要上新的嘛？有。這個拉梅茲呼吸法，用個盡很把力氣是用體體，其實你拉梅茲呼吸，你要你的力氣用在你的對的地方，所以要練習啦。就是講，你上課攏故作冇共樣，因為以前嘅老人家指揮嘛，比如講按你衰。按你說，也係講用版型用，用筆記，比如用媽媽手冊，也係講新嘅，譬如講有新嘅產婦知識，對，你要用版用超音波，照超音波，譬如講，講最簡單的嘛，譬如講，我怎麼樣這個用嘅時間，不要浪費太多力氣在鬼吼鬼叫，像你，點解鬼吼鬼叫？你還沒想，還唔看得出來，你氣都冇誒，還你太拎啷，唔係唔太你喊，好像我生過。栩栩如生的，講不錯，真嘅哈，確實是真嘅係咁。唔過我知道，迄因為啊頭擺大家就唔知道，都在講出來運用吧。壓下嚟大朋友壓到較口號嘅方式，什麼超音波啦，還有個基因檢測有冇？做就啲分析。係啊，做就啲啊，聲音咧，有空腔嘛，有拐嘛，有漿嘛，像我吼一定是基因最美的那一種。錯。唔講我按你講，喺講倆現場啊，就相當我以前啊，我婆啊備孕到懷孕，佢一天前時間擺乜嘅祝生娘娘，希望有人咩有神。有神也未有人，真嘅哦！你看，唔論係老祖先嘅智慧，還是講亞下嘅口號，邊嘅迄個大家都信玄學。還有中央嘛概念，我知道係心理啦。好像是你唔啲嘅嗜好嘛，問下講事實嘅，只問姐姐。啲擺講啊，擺到比本講到來嘅嘛嚇，仲話都提供有有。幾多代幾多枚？2個來，係啊。眾神鼓勵，所以其實咧。提前就叫落嚟，講得好哦。我講生下來，阿妹也嚟，係擺出成樣樣，我哋要買東西。冇唔錯，你最新嘅產品，你做乜買人呢？阿珍，你個好電來嚇。大家冇喺哪樣啊？嚟，應該我準備葡萄就是多籽，因為葡萄唔漿，冇漿，有的葡萄買到裡面無籽，無籽葡萄種的，拿出來，這個無籽沒看見顏色，看一下葡萄，無籽葡萄你要懂種的哪一排哈，還有木瓜嘛個，木瓜底部都嘛個，豆子，錯，含油哦，兩嘛個。金燦子，叫你快生子。然後講梁振傑，我講一個故事。我老妹好朋友一直講唔出來，佢樣板型咗，佢聽講顯然講啲啊，哪個開講一餐嘅，佢出去唱哦，唱佢真係飆到面床下，單言就講嘅，講2集，佢餐嚟做全部嘅好朋友，唔係講啊，強樣講。我做當，我做愛心啊愛心，還有乜嘅？還有做誒，做人都乜嘅？早生貴子。錯，還有啊，柳丁嘅乜嘅？天丁。
天丁天福气啦，还拜诸神娘娘的时间，人拜了比人没有，拜诸神娘娘都准备了条东西啦哈。不过像头摆啊，你我用呀个有嘅无嘅啊，吼，好像讲自家嘅经验落去传承，讲生意呀件事情，呀大部分睇自家就只有语言较多咧，用呀个科学嘅方式，数据化管理啦，系唔讲话做，唔论系乜嘅方法，全部都系好方法啦。真嘅，因为以前嘛，靠嘅系散步。还有诸神强用，牙都冇强用。牙科嘛嘅科妈妈手册，牙还有爸爸手册哦。错。我搞下后上一批嘅讲，一开始要做妈妈嘅时间，我用办来做，我注意那条事情，甚至要一本阿妹啊，吼来对中意他自家嘅空天情形。所以我要全部就会懂后嘅方式。系啦，因为科学嘛。越来越进步，时代没改变的，而且他也分享一下，啲准备怀孕的过程里边度，你哋有接触过真正科学的东西，也系讲医生要分讲唔乜嘅建议，唔知道到底係懂使用嘅嚟看下用唔知。其實我身體動好，我就擺喺運動健將。係啊，嗰種是譬如講懷孕啊，而有一些黃體素，跟黃體素係足啊冇足啊？不足哦，難怪啦。要看身體的結構。用體態之後咧，你就開始運，這個維持運動也係講要改變嘛嘅。因為有生人咧，當然以生人為主嘛，又要上班，所以都冇閒啊。係。我常常講一個跳鼓時，真嘅。早上講一些閒嘅講時嘅當初。所以我當佩服兩個阿姊，應該講時間。不過你就開始改變一下體態上體的嘛，上身咧，你就想講，我改變下身體的荷爾蒙，達到平衡，這樣有聽一台。其實我想要講嘅可能冇問題咧。安尼當好啦。改變一下自己的身體嘛。係啊。哦，故說講，知道懷孕期間其實是最難過、最痛苦，我知道啦。因為細阿母面對到咁多身體嘅變化啦、心情嘅變化，還有生發嘅變化。係啊，只會談嘅啊，老人家講話嘅，呀咩做唔得做，嘅咩做唔得做。還有你做唔得食。我好想我食個滷味，跟我媽媽就講，cái mùi cái辣咧啦吼，韓國嘅要安尼嘅，味道咁粗，味嘅香水啊，嘅腳嗰個香水，我都偷偷嘅食，我知道心情當重要咧。有辣椒，我可以一個人去吃，咕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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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了一，超好的。媽媽開心。好的。可像娘媽嘅酒量應該懂我。還有生發嘅變化。係啊，只會談嘅啊，老人家講話嘅，呀咩做唔得做，嘅咩做唔得做。還有你做唔得食，嘅咩做唔得食，還有乜嘢談過？譬如講前3年做唔得拿劍斗誒，哦，唔係前3年做唔得龍眼角。哈？前3年不能講啊，還有不能幹嘛？不能拍肩膀。不能拍肩膀，為什麼？譬如說不能做唔得下體會流產啊。有冇談過嘛？係會驚嚇嘛？還有乜嘢？譬如講係。肉骨做以前阿婆都會講，有神通嘅人做唔得拿剪刀，會剪出兔唇。還有我這家，我媽媽有拿針線，這有洞誒。那不是你穿的耳洞？不是，都在這，誰穿的都在這邊。還有啲啲啊，沒有那個 help boy，狂啊！有啦，誰咋？唔過要真嘅，人媽媽拿剪刀哦。就唔係啊，還有孕婦不能喝咖啡啊。哈？生意動到，都係問下基本這好。就講啊，唔好食按甜啦，食啲生意會講唔出來啊。啊咩唔好食按鹹哦，食按鹹會ခံ水啊，會中水啊。啊，跟住食辣嘅好咧。食辣嘅咩唔好，會拔豬頭。嘅食腐嘅就嚟腐瓜。腐嘅啊，怕涼腐發開啲，反正就啲啊，唔過除非想講。嚇！你做唔得食，基本做唔得食啊！看一下屬於這個中央公司嘅，你有乜該分享？你講太多，估說按超乜嘅都冇食。我媽媽其實講唔係嚇冷帶嘅東西冇食啊，因為個子宮嘅嚇嘅啊，暖嚇嘅暖宮係暖宮個，還有一種嘅禁忌就講唔係唔會做任何事情嘅監督，按哪個手把。乜嘅胎神啊，胎神啦，講乜嘅收縮啊，收縮啊，係讓做在做，
安尼更有特色个嘛个。有诶，那当上我是个卤诶，跟我妈妈是讲诶，cái我cái辣的啦吼，韓國嘅有安尼太鹹，味道香醋味嘅香水啊，嘅肉味個香水，啊我都頭頭嘅時，我知道心情當重要咧。真嘅。係，我講起本嚟識到嗬，哦，我嘅經驗你嘅心情當好。旁邊有香水嘛？冇咧，繼續講一集嘅一集嘅。今日跳堂繼續講香水呀，情有情。唔係，我做心情當中。心情。講到呢邊有一場係悶悶多。哎呦，事情啊，講一下。笨來。哦，笨咧，笨來，笨咧。辣的冇上到。哦，辣的冇上到。咱的注意都冇起剪刀啊。啊，係咧有安尼，係咧有安尼上班啦。有啦。哦，這種是為，比如講冇講到，這種是因為懷孕嘛？你有孕吐嗎？我有。剛睡過。真嘅哦。對，然後我是那個第二天一家年過後，我第二天聽一個照心跳啊，所以是個偏瘦。是會搖抱着男人嘅偏瘦馬桶哦，吐得搖到個膽汁衝出來。真嘅哦，當然跟生物嘅東西都，你還記得嗰種是當上嘅生物嘅冇？係你完全冇上嘅生。上是上，都是樣是為上是，因為外母下開海產店，哎呦，海產店，我是可能該每五度該起火，係當上是煮火，係就是唔下咧。哦，對，都是動搖，你過切咧，是動嘢，後面還是肚子下面該是摸舒服，還是向來心上塗愛去該看中醫。看中醫。中醫哦，先生有問過。講上這你泡麵食得麼？哎呦，然後泡麵食得啦，然後哦，該做啲我叫落去食，他其實教我哋就放快，講就東西落去是好啊，所以我得救了。哎呦，係咧啦，剔貴嘅做唔得食，剔便宜嘅做得食。唔過我有講嘅哦，係件一經驗哦，唔係特色亂用去，有時是有啲人講吃泡麵冇按吼，然後講這種事應該用白型啲嘛，吃泡麵底部都不用不開海鮮。哎呦，對，我係知道面上型情形冇共用，不過有一個情形吼，係所有人都共用嘅，就係阿美粉起，用板型生用板粉起，你就用板做啊。你臭冇？粉起，哎呀，假使我有成功我同講。先給我黃金房子，按你我就做得嚟。你冇強用，你唔係強身嘅問題，你係個性嘅問題。嚟談一下，大家用板型這種事啦，你識到嘛？介喺講吃到媽媽用板這樣會粉起。哎呦，好冇？生物嘅會粉起。紀文姐，你嘅兩是生物嘅咧？這樣是哦。黃金可以嗎？黃金。清上我是用米粉糖燒嘅安尼，落嘴嘅安尼，食到佢都當有精神。真嘅咯。嘿。跟人家做阿婆嘛？做阿婆。做阿婆喲。新 Q 啊，也係講冇嘢，生物嘅唔知道做唔得。個飲料啊，吼一出一入一鼻，一出一入擺到將人家。擺物啊用嘅安尼啊，當粉起啊！然後講，佢哋啊吼，假用沒講，假講沒講，已經掉入我的陷阱，心球冇。你不要講係冇講啦，心球係唔敢講，你係上天天啦，係佢講得下，佢心球講唔得呢，你講嗰啲係嘿，講唔得，你係按自由必講嘅，特別按做心球嘅人家講假關假樣，哦，我煮飯，你係心球咩？人家煮必是來講記。煮來後，佢有時會有動聽啊呢。哎呦，我知咧啦，佢唔係在乎那個手搖飲啦，佢係在乎嘅手搖飲唔係佢煮嘅啦。他煮嘅珍珠奶茶就冇問題啦。來，問一下子晴好誒，子晴你剛講了一半嘛，就是講你吃泡麵嘛，先維持下去嘛，跟你泡麵好誒，有這個適配東西，喺講吃到倆後生癮啊，生物嘅你就冇法度接受誒。當嗰啲腿吼。新物嘅時候啊，我媽媽就講，唔是去講家庭講冇新物嘅，是得是拿來食，是本人吼，還我就擺是當，因為熱天吼當熱，當上係白。哎呦，用個山哦，喝開水是滾水也唔會煮，喝時間也唔會煮，我是
想就说，我是变相轻快，又目睭我可以去管那些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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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了一。超好的，妈妈开心，超好的，很开心。那就真冇成功咩？做唔定乜就一個人。冇，可能你知道那個時候心裡的慰藉。因為我應該就係個婦產科嘅調解員講，是龍子是。啊，所以龍子是啦，因為這樣子孕吐很嚴重。真的是僅僅是按當喝啦。不管他3721，先喝再講。做得啦，嗰時候對啊，一個目睭啊要幹數到，做阿妹幾辛苦啦。真嘅呢，佢食東西都按辛苦誒。佢唔是講你上神巴。假用假講唔做唔得做乜解，做唔得做乜解哦。對㗎，我想講家兩句話吼。係。我個只成因是我女兒，佢倆碩士畢業，佢吼，我喺佢做些是將時候。所以講，我當感謝講，我先生當上海，佢去教下來吼，即劉律師，俺成長得很好啦，當好啦，什麼當年嘅一個目睭，對，所以佢聽到當好呢。對，像娘母嘅酒量應該當好。哦，我家講咧，但我講吼，因為家講食東西也多嘛，俺講咗啦，我家要講嘛，什麼嘢咯，做唔得講出來哦，也講做唔得嚇到佢撲也減磅啊，有啲懷孕嘅時間有乜嘅事情，做唔得做，唔多啲影響到成嘅，基本這來講下。我講四台其實做5個生日嘅，我天二台啊，做講到送生嘅。送包啦。係。哦，人講樣要最難做嘛，頭擺人三夫攏人咧做過當過啊。做唔得安尼姜面輸卡過過啦。安尼姜面哦。係啊，安尼姜面唔好係，我減下咪，因為減下姜個生意嚟流產啊，咁樣嘅啊。佢喺講較濃來講比較好啦，你萬係愛糖啦。係啦，家人你要講到嘅恁姜面啊，嗬，嗱之後係有一個科學嘅講法啦。哦，有問過。係啊，係因為大家都市動態啊，然後平常時節嘅重心會較冇共用，一家是去做到一個通俗嘅時節，冇辦法落去做反應，係啊，古時候就會很開家講，冇去恁姜面。唔過我有朋友啊，佢學教務嘅，佢都市動態咋，共用按呢咩冇問題，準一啦，有練過啦，按就冇去吃啦。核心嘛。係啦，嗰個行係有道理嘅啦。真嘅，唔咩啲呢？哦，真嘅嗬，係有生影響吧？冇講。冇講過，唔過有空講。唔過，我行咧吃到嗬。是他原本人講，一定有原因。問下縮鉗之後，有哪規矩唔吃到影響到成嘅嘛？我起頭嘅想法啦，我就較比較唐老人家嘅啦，佢講用嘅吼，都沒有違背啦。比如講乜嘅？比方講乜嘅時尚啊，就時尚冇去啦。比如講，人家有講到嘛，講木卡當壁啊，你做唔得拿？就拿乜嘅掃把了對啊，乜嘅成種啊，晒東西了對啊。他嘅佢嘅禁忌啊，人都有講，按嚟照定做啊。其實我記得呢，我以前我婆就講有台神嘛，因為你台神有上時佢喺保護生人嚟嘛，你係容易掃走一個嘛，生人冇辦法保護，要用掃把強嘅曬過來。係啦，你係當張隱形的手冊用嘅，如果可以，你看都啲很記得呢，唔係寫下來嘅。叫做台神，就對台神嘛，係咪諸神用？係諸神用嘅。係，因為藝謠堂嗰類批嘅藝謠講啊，有人都話嘅包衣。包衣哦，包衣，所以胎盤。係啊，因為胎神哈，其實就是附在包衣上面，就是胎盤上面。因為停定有神通嘅人，有冇胸腰 V 嘅嘛，冇胸防 V 嘅，就是等於守護肚子的寶寶。古時候呀，就有一句話很多嘛，叫包衣架。頭擺我都不卡姜咩，因為山坡來咩，山坡來佢嘅姜佢嘅哦，就講啊，斷詞斷落咗一包衣啊，夾夾奶牙健杯咗甜嘅咩，嚇，蓋咗附嚟甜賣落去，賣去啦，係賣得嘅，嚇，我就想家人很後生，唔係想我按恐怖賣得嘅落嚟啦，嚇。小姐，我不要寫資料，你趕快，我小孩子
在我裤子里面看了。他演的多好。该生意的头痛胎，护士讲，你早唔中，你啊生意汉摆结个气管呐，会嘿，哎，我有力气了，啊弟，你啊很爱几斤，做唔得唔叫唔出来。古时呀，就有一支法很多嘛，叫保仪架。嘿，头摆爱都不卡姜咩，因为山坡来咩，山坡来去的姜去的哦，就讲啊，断气断好咗，也包伊啊，夹夹拿牙健杯，健杯就甜的咩，哈，怪十副的甜卖落去，卖去了，系卖咧个，哈，爱就想，甲因很后生，唔伫想我按恐怖卖咧个喏，安尼啦吼，啊，莫打叫的去走啊嘛个，可是莫比从到个卖好势来。所以呢，就唔会都市碰风。哦，我想起来的啦，就是讲老人家吃饭，佢要吃到讲你要包伊，买到土地，但生意属于啊土地，拢屋卡人连强下啦。哦，咁你唔嘅保仪架同上身呢，就给他点就出嚟。哦，就屋卡嘅微数。哦，保仪架啊，你啊讲样到特。按到个这无强容，因为我讲天依家已经36岁咧，算高龄产妇，所以我死嘅时阵用暗长嘅针，切咧我肚脐就会肚，然后让水抽出来，可能又胎儿又正常，所以又照讲又推行啊，又个还唔要上到咪，所以我知道做唔得卡针啊，做唔见到，其实该支针按长，切落去冇事情啊，我尊重。长辈的看法，不过对以后来看，因为强了生意未有正常无，所以佢促进讲爱生来了，头家穷老木，该你可就点，我想讲，迄没个钱出到去啊。你讲我也有谈过安阳县的，係啊，就是讲，跟有神通这边嘅其實同艱苦啦。來講一下，就是懷胎10月嘛，大家印象同乘客的事情，好嘛？用米記先嚟講。我第一個有神通嘅時節，看到肉，第一個嘢看到肉是當上我咬，唔敢信肉。過一個月以後吼。開始新上次突然去個吃蒙古烤肉，連續3盤，啊，真滿足。哎呦，個當期怪你害死嘅時陣，你看到肉唔敢食，啊都冇問題咧，跟肉嗰邊食到蠻久，啊結果個生意當我信用哦，真勁哦。對，哎呦，跟身體嘅變化很難預測呢。對，不過最重要係。我吃到本質，人家講啊嘛，媽媽開心，還有身體嘅，還有生活嘅狀況，做得順。唔過有一陣運動重要，所以帶佢食蒙古烤肉嘅爸爸，神隊友的爸爸嚟咯哈。因為家己都講到嘛，佢話啊，我食唔落，一開始係什麼嘅？一開始有什麼？第一樣嘢食冇生用嘛，喝牛奶，係嘛？係。有其他的蔬菜水果都是这么的信用，保米当生用，爸爸安尼慢慢的引导，真的冇辦法呢，因為爸爸一定最關心嘛，最拉群啦，張弟講哦，弟妹都怎麼反胃啦、憂鬱啦，也係講便秘、頻尿都會。沒有啊，還有那個水腫啊，真嘅，腳會按你夯水，真嘅，迄都唔爽快。唔會啊，其實我。第一個因為我當不容易讓有懷孕，所以我會聽交響樂、古典音樂。哎呦，對，所以我覺得那個時候係我最快樂、人生最快樂的時節。結果第二個生意斷前，當我彈古典音樂，這真是胎教的胎教很重要啦。真的，我係知道講，你有一條經驗過後啊，輕鬆有個事情係講，有條人會傳本幾個。摸你先從唔掉會傳本摸有沒有？子清姐，我呀，來一些那個我要講的，這是有好處的啊，以後含白因都會按強旺啊，出來是從愛健康，按愛家官有講愛哦，天氣退些幾度掉南又中咗點，是5個月11天中咗，那是有一條白個駐村嚟嗰種嘅秘方啊，
强往的是强往的是动好强，还国民啊吼，爱强天一退些10分钟是强出来的。哎呦，对，就是因为是都给你讲诶，不，对，一下就出来了。对对对。不过真的不。一下就出来，之後行喺後事啦。三下來咗輪問睇時間嗬，同人哋嚟討論嘅問題。乜嘅問題咧？再講啊嗬，個聲音係要拐毛啊嗬。一開始就啲咧，有啲個聲音係要同佢選好時機，個什麼情況佢估人哦。唔談就唔談，唔談就唔談。本來雙魚座不小心直接變牡羊座，哎呦，哎呀，有嗰種疑神忙了，啊唔過聲音啊吼，哎呦，閒來哦，閒來嗰種經驗哦，現場有太氣噶，有發生愛嚟嘅事情哦。基本真係家啲聽人哋講嘅是笑面，幾天有故事。愛通講吼，愛講上山嘅吼，迄都市吼，我本來44公斤。到都市安泰加下62公斤，哎呦！啊，我冇辦法做夫，嚇，結果結做順啦。大夫嘅啦，唔係權啦，嚇，嗱，你竟然俾人夫老權嘅問題，44到64公斤130年啦咧。你6點半啦嚇，放起來同阿家娘講，啊，捱唔掂做嘛，呢也附帶濕啦嚇，就係愛姜嘛，我講係啦。生理醫院去啊，家用54咩？我講，小姐，我不要寫資料，你趕快，我小孩子在我褲子裡面看他演得多好，好像是現在在生的。人家有生理期進夠，好不好？不像你真的是要演的。結果他是重圓現場，那個床來給我掛號室那邊哦，然後到3樓產房那邊，第一個就生出來了。第一個就生出來，大條命咧。還有一隻嫌心臟，以為去嫌心臟夾啦，心臟8點上班咧，啊心臟都安尼面羅面出來啊吼，一直要降下來。人家講係天醫台上包啦，跟天醫台我印象中應該就係很散步咯。係啊，跟樣蠻強嘅嗰樣事。啊，做唔差啦，因為做唔差，做唔差講亞生人哋都懂結。亞生人全部都係後嘅，係咪？燒後，懂好字。咩啦？眼頭白啊，要開水淋菜啦，個氣質紅茶啦。跟係當上一定很散步，散步準備乜嘅？人空出來呢，安尼牙婆拿去剪刀必剪呢，安尼呢，啊不卡人亂水啊吼，啊種啊散步啊就必剪下刺啊，剪下刺。但係有什麼嘅止痛藥啊？乜嘅？冇，乜嘅都冇食，冇食我用蠻強，就講出來係啊，就講出來。講出來其實講嚇，係咪會裂鐵？係，而家人愛用量轉去，係咪嘛嚇？我公司嘅無量班則嚇，我同講有一點，呢個要面子就冇辦法接受咧。佢好好叫聲人嚟嘅，冇識有個人做得接受嘛。應該按講啦，有可能啊，老這個紀文姐時佢要查一段時間，所以我講體育嘅聲音講24小時。你咩30歲啊？冇可以，誒，老公做病就可以是講嘅。係啊，我24歲啊，所以唔講人講幾年嚟咩？係講當久呢？24小時，因為個聲音咧頭痛太，護士講，你早唔講，你啊聲音喊白記個氣管啊，會嘿。我本該太變污染，哎，我有力氣了，啊啲裂很矮幾斤，做唔得唔叫唔出來，已經24小時，太久了。所以那拉梅茲呼吸法就是進到我腦海裡頭，我是開始處理講，唔過講就像紀文姐講，該整個裂開，聲音夾出來，該頭腦係夾咩？有，哎，對，頭腦痛太雜，夾出來，對。整個可能我自己看唔到，唔過是傷痕累累啦。個天醫界時雖然36歲，唔過一下子講出來冇問題。所以做唔得痛慢結婚，做唔得。我同講。家下講到箭頭嗰片，係就一些都唔掉。個箭頭拿來我做嘛？箭頭拿毛係咩？因為嗰邊箭可以攝人可以做，還有剪臍帶。然後講我有看到一隻調查，因為我有三個姑姑嘛，我一隻妹妹，佢姑說講，講生一兩件事情啊，這邊沒有談到，還有我自己身邊當到什麼朋友，佢都講講生人痛又蠻痛，阿整落去我要做一隻表。拿出來，要做一隻表，訓練一下，我要把個心態做一隻表。來，
来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你是威尼，你是迄威尼好冇？来。来，无上我看咧，很得人强咯。疼痛的字书背，我来给它准备一下，看一下。你这种针通，天一台到天一台冇共用哈。针通，我们欣赏大功嘛，藤条。好，宣导通。那你们共油？奶油。哦，油，大概就是这样，啪一下。没有冇往那打。像开胃菜用的，好，太个油按你敢不敢？一开始啊，还有一种係分娩痛，天一台冇共用哦。正經喺講嘅時間，給它疼痛會變動槍本鐵條嘅大。哎呦，差唔多係按鐵條鐵條嘅動痛咧，動汁吼。最尾的產後宮縮嘅痛，哦，你話正經係宮體以後嘅宮縮，動槍鐵台。動槍本足幹西三夫嘅足幹大道，嚇天一台出槍狼牙棒，狼牙棒點啊？尖嘅，又尖又重又大，安尼哇，有冇？有敢唔敢喎？安尼有敢唔敢喎？你只表哇，不錯，順利啦。講到鴉片，應該先問阿妹朴樹啦。來，阿妹真辛苦咧。不過我剛講嘢嘅時候，我真係問你認真談啦。我本意在咪吼，嚇到嘅吼。哎呀，都給騙啦！來，哎呦，阿叔你不用要罵啲東西咯。大家一開始就不用的，因為啊，太風錯啦。啊，太風錯。太風錯，用中藥的時間哈，用做用藥來洗身哈，中藥來洗身。中藥嘅鐵皮我用藥咯。它唔驚風啦，它唔會眼淚風啦，眼淚風談係什麼？有當然中藥做睇啲嘛，會頭啦痛啦，會肚痛啦，會腰骨痛啦，肚子痛啦，安尼哦，誒洗呀吼，有一罐過，唔知家種嘅係冇？係啦，係唔知家種嘅嘛？跟日本牙麥嘅冇？牙麥兩個牙麥丸嚟做。哎呦，唔該，呢度識種聲嘅好冇？做得。你要看一下什麼嘅？你做得。有啊，轉身。眼淚風談係什麼？有當然做嘢做睇啲嘛，會頭啦痛啦，會肚痛啦，會腰骨痛啦，肚子痛啦，安尼哦，誒洗呀吼，有一罐過。一罐唔知家種嘅係冇？係啦。係唔知家種嘅嘛？跟日本牙麥嘅冇？牙麥兩個牙麥丸嚟做。哎呦，以前牙婆學幫牙姑姑佢咩準備？係咪表麥錯？係啊，就做麥錯咩？嘅細件嘅麥錯。哦，細件嘅麥錯。細件嘅麥錯。你怎麼沒有給子晴姐姐？有試過冇？子晴姐姐有可能有試過咧啊，董雄啊，真係試過董雄啊。是誰哦？基本真係講下，你睇颱風咗嗬，就拍進來嗬，拍進來，把每一樣擺起。拍進來啊！愛曬，曬叫熱。不管曬必走，做曬都走啦，差唔多曬要天熱，種凍好點天熱，冷乾嘅吼，你都拿來養比規件嘅吼，然後變個通風嘅所在，佢就會慢慢地就會走。你係說中藥的，啲時間要出身體嘅，我說你喺你嘅肉應該吃肥嘛，不過大家印象當中講到中藥的，一天係乜嘢？食要衝點咧。唔該，呢種食強聲嘅好。做得。你要看一下什麼嘅？你做得。先看一下什麼嘅？剛才都懂普通嘅。出來分享一下咧，大家中藥嚟啲什麼嘅東西。哦，講到中藥嚟食嘅啊，天嘅上到其實係麻油嘅，大家有食麻油嘅。有咩卡數？有乜食幾豬？幾豬。誒，客家人幾豬當厲害全豬。係啊，唔講啊，我知啊下啲米貴啦，不爽吼，我就同好奇講，佢家私啲米貴，我用辦中藥咧，香港屬競爭遊戲米貴中藥咧哦。我用嘅仲係我依個地化街啊，我嘅中藥好。拿cái mà cái十全了對話，韓國鮮花湯啊，安尼帶點，佢包好就出嚟，係包好，然後啊，我安尼用飛揚機安尼帶點過去了，因為佢個他賣東西用無縫片了。譬如講，你台灣做嘢咧，一定要有主幹啊，要有雞肉啊。佢個吼，佢個內臟吼。
佢嘅冇得買了，韓國咪冇全雞了，冇幾隻嘅，冇啊，冇頭冇，係做嘅雞胸肉凍到了，雞胸肉凍到吼，嘅煮到要黑冇食，一挨出要挨帶嘅十全咪吼。十全啊，今邊咩要點啲來啊？嚇！你想抗議係咪啊？但係唔拿到呢啲東西。係啊，你想抗議係冇公司嚟嘅，跟住仲一行係專門本人做嘢用嘅啊，都係電話接空氣出。哇！係。太香哦！啊，真的，好，係啦，真本聽來，讓我為大家服務。哎呦，來，食看啦。哎，凍香呢？係啊，凍香啊，嗰種當比起米骨煮。啊，這以後呢，因為外國係外國的朋友啊。啲度都燒雞雞，還有啲人吼可能冇想愛食全雞啊，而家他食健康啊，知道用雞胸肉嚟做燉嘅。但是吼口感它唔好啦，你客家人哦，你就上雞酒啊，要皮啊，係全部都按你規則嘅落去啊，所以咧我弄嘅十全用嘅，係董浩林呢，補氣呀，好好喝哦，我都可以生了，好喝到想生。為了這個，種的。哦，即係你除咗用雞胸肉，你包咪要用配的冇？那個雞腿啊，雞腿就好，冇幾個全部哦，大家超市全部都雞胸肉咧，不啲幾個其他嘅部分係用嚟處理。係啲咧，係，南北人冇嘢嗬，嘅冇嘢，係講生嘅，之前生肉嘅。哦，美國冇人得個肉嘅，我係冇看到。肉嘅，係個肉。你睇下，基本這隻肉嘅，真係嚇。係啊，大家全部咩講？看到人有神通，唔講乜解？我天腿吼，因為其實腿是個貴在個，我媽媽學嘅，佢五斤搶太早咧，唔好食。我就講媽媽，我天腿吼，2000，台灣省2000，佢等我學。我是20時食，你穿着是20時食，你當我食。哇！我同你講，也就係講生日嚟嘅快樂嚟啊！誒，假使講，像你媽媽喺淑琴姐安尼，行到美國去本人做嘢咧，我冇做過，而且我都難幹，唔感動咧。唔過厝體後面係做嘢咧，吼，我咪希望佢做天數照顧生日。因為有個鵝鴨子啊，吼，實際來講咪懂難照顧，但係講到嘅鳥群咧。就說當囉嗦咧。哎，真嘅呢，阿婆突然鼓個聲音咧，哎，這個做音樂還可以重複使用咯。哎，小動槍，係真嘅。哎，談下瑪莎來講下。哎呦，這裡哈，唔都帶幾多東西來啊？我帶啊呢，一隻個猴子唔咩嚟？猴子啊！台北人冇安尼種紙尿布啊，乜個阿婆太裙褲啦，就用嗌嘅水褲啦嚇。你喺地下人我種嘅麻油嘅腿，咩嘢嗌自己啦？真好一下，好一下，哈，因為人講生意的啊，我都是啊，人家身體貼一堆槍的尿布的落去哈，我都是也敷有太裙敷的，會學做體啦，也得尿布的已經40年的啦，細滿人啊，人也都仲較好背到的，因為佢學尿會學到也師傅頭會熟體，喺細啦的啊哈，伊一前面學尿，伊就仲較前頭的有嘛哈，安尼哈。安尼包起來啦，安尼同個細人安尼包起來啦哈，啊就包尿布的啦，太窮苦咗安尼咩？可以用包潤餅哈。你唔敢啊嘅刀呀，安尼無辦法就擺人就安尼哈，都安尼包等吼，細人的吼，也得師傅頭啊，都是要頭啊吼，出唔會人。就唔會冷啊！哎，真嘅呢，因為包肚臍嘛。係啊，要包肚臍包得呢，就唔會冷啊。人家講包電路咁樣呢。各位觀眾，家包潤餅咧，佢是愛包乜嘅？愛包乜嘅？愛包。我講阿婆糖豆，啊，這鵝鴨嘛個包電路。你愛包裝嘅。佢捏甜心用個啥？哎，跟冇辦法我以前。哎呦！再來好勢來，我把中本把啦。還有把帶哦。來把帶。我一講呢。一咩係
52年嘞，係啊，40來50，係啊，40年來。啊，真係咁講，金幣50錢幣哈。啊，樹葉必帶，你點解猴子？哎呦，還得你想了。對的，哎呀，好適合你哦。好了，前面打交叉，前面打交叉，前面打交叉，前面要怎麼打交叉？這樣子，大家綁在一起嗎？好，這個條線。安尼呢，要片啦哈，左片老，右片老，右片啦。慢慢地，其他唔曉學。好，安尼啊，慢慢的，哦。啊，右片綁左片。哎，其實綁起來是蠻時尚的。時尚對啊。有時尚的感覺嗎？哦，分享把的猴子啊，真情走秀。有啊，給他們聽到。轉身，哎，很時尚哎。我的猴子，你還沒有走。可以啦，唔使。啊，那雞我一家雞開來啦。哎，安尼當好練習咩？你有知道嗎？哎，我知道。我行係用吼，較設計嘅方法啦。其實也下講聲音嘅吼，市面當中有賣動到嗰種各式各樣嘅啦。有啊。喺講大家做得用看嘅樣片呐，啲面路當中來去查，就做尋到動到嘅好方法。還有啲啊，因為動到嘅媽媽教室。有爸爸教室。爸爸教室，還有乜個適合各種年歲嘅聲音咧？哦，係冇錯。哦。我係知道講吼，應該吼，阿爸我看認真啲喂，隔壁爸爸啊，因為我知道，我就會屬於嗰種冇想會把聲音嚟嘅阿妹。爸爸你喺動到做得安尼擺啊，安尼擺啊，阿爸較上網啲喂，我同聽說。還有安尼擺啊，硬記得哦。你叫對擺就好了呀。好啦，家講啦，你看。紀文姐姐，你講手把手安尼教，食東西又安尼煮。我想問大家呢，假使講啊，人生做得窮來一擺，你想要去捏的重心，也係講啲屋企人有人攏做嘢。呀，提示要問嘿。一聽到問人什麼嘢？捏的重心啊。你按難時。待3年。對。係每下子前後啦。我上個豆腐哈，因為有三隻姐啊，係啊，我媽媽當好誒，我講樣又當好，佢將我唔幫我食啦。哦，佢老人行人煮啊，冇窮樣，佢就用燉誒。係。酒母來個保鮮膜是母來，你吃的是水的嘞。哎呦。哎，那個我兒子當好誒。佢阿母卡吼是3對1。哦，唔單槍哦。按你算起來記得。後來用米姐姐呢？也中心100%，因為唱合唱，因為我喜歡唱歌，我飆高音，結果頭那啪一下子痛，後來講係小中風啦，是痛好的啦，對，痛3年，然後我知道，你現在而且我係職業婦女啊，嚇要上班無閒嘛，所以聲音永遠照顧，自己身體咩永遠照顧，食唔是食聽好，應該是它有營養均衡，做唔到全部食個麻油雞聽嘢的啦。迄做得從來我去月子中心，迄我心求我要暫時去月子中心。哎，我跟你記帳，還沒去月子中心。對，講嘅哦。其實我知道吼，我知道講生嘢呢件事情，從來就冇標準的答案啦。不管我今邊講嘅痛啦，不管講樣品講，也講自己嘅感受。我知道創業件事情嘛，出啲人哋差不多點講嘅，大嘴鼓講嘅，每一位媽媽都要俾你尊重，要俾你理解。冇錯咧，冇一看應徵吼按講啦，其實我越講就代表人哋嘅阿妹真嘅係越厲害。真嘅。那大伯就啲咧想講，一上嘅按樣把按就卜出來啊！哎呀，好難想象誒。嗰時候最尾咧，我幫人哋 CV 阿妹啦，人人嘅愛是夢想不管公司嘅，不管公量嘅，全部都動聽，好唔好？真嘅。有限土人每嘢來嘅心球，哈，向下人哋插播點，向下流面線，當然娛樂線。我喺度講說咧。